这样的话，它衔接过来一定是顺的。有点难懂，有点就是这个我要做一次给你看。有点模糊。一开始我对的实在是写词就厉害，安尼啊，这条歌啊，还有一条歌感觉嘛袂歹，就是郭宗佑的《萝卜香》，我感觉伊有写出一种那个思乡的那种，在就是外地打拼思乡的那个感觉。伊甲别人无共款是，伊跳脱咱较早听台语歌迄种哦，感觉台语歌都是安尼就 low 的安尼吼，伊的物件吼，就是靠地方的，就是有一些比较跟这块土地有关系的一寡主题，还有人物故事的东西，他很会写啊。这个今嘛咱听的台语歌拢无共，所以其实伊嘛是激发我写曲的一些更灵活的一些方向。我对伊上印象的嘛是第一条，迄个蓝衣迄条歌，真正写了真正真好。迄个起承转合跟这个整个里面的故事性，光看词啊，你就会感动。伊个是老师哦，英文老师，啊，个会当写歌，个即马个做歌手哦，个会当写曲，什么拢会晓。我感觉哦，这未来无简单，是个狠角色。嗨，陈汉。我希望你吼伫书方面啊，会当就是继续写落去。虽然你即马有足侪代志无闲哦，你是足侪就是很多斜杠安尼哦，有当老师哦，还有这个出唱片哦。啊，我是希望你这厝的部分唔通放弃。啊，你写一寡迄对于这一寡族群哦关怀的哦那个部分，我觉得你可以多一点点，然后让自己产生一些影响力，嘿，啊，祝福你未来一切顺利。寒冬无聊时，月想为伊碎心意。咱伊做细伊，一日红鱼抱嘴，含困含袂伊。咱花要离去，咱伊爱分手。来声声是通我苦恋来撒去，风沙断袂离，盼阮一面思记，甜甜也甜蜜。念念一蕊肝难花，难保情。归家，现一残红粉，无问敢是咱伊，为阮的牺牲，为阮的欢喜，将一蕊肝难花，有缘可他放开我背，彼此是注定，无问路途轮回，花蕊定。
城市，窗外孤恋来送伊，风带转袂离，咱阮一面思义，轻轻也会迷。风一蕊歌难回，怨叹袂破风酒杯，风浪会浪困，不管思记难移，一千算万算，不怕天一杯。风一蕊歌难回，有间苦头无开我袂，彼时是注定，无问路途轮回，泪泪了下，痴的藏心悲。好朋友人讲，江山代有才人出，少年辈写歌作词作曲。事实讲，这款的作家人真济，不过受到市场大家欢迎，真济歌手拢烧钱要唱伊的歌，嘛无几个。咱来欢迎真认真、真拍拼，尤其真少年台语歌坛的作词作曲家易成儿老师，欢迎。大家好，我是叶星怡，国珍老师你好。真欢喜你来开讲。今仔日阮听叶心怡唱《难移》，这本来是天后的歌，是你少年的时所写的歌词。甲阮小讲一下哦，家己写，家己唱，今日感情更加丰富。这首歌曲其实是伫咧我高二的时阵，伫咧历史课的时阵，迄个时阵无介认真上课，所以我就感觉讲，就写一首歌曲，因为老师讲到这民国的时期。咱有即个虽然开始实施一夫一妻制，但是嘛是有足侪即个大官人家，因拢会纳妾就对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家即个心情。无互人爱的这种心情写成一首歌曲，就这首歌就互林聪义老师看到，因为伊就感觉讲，我的歌词真特别，因为台语歌单敢若无人安尼写，用一个人物做主角，去描写伊的心情，安尼伊就讲好。伊就来谱曲，所以我歌词传互伊的迄个时阵，无到10分钟，伊就甲我讲，敢要签约，伊就随讲要甲我签落来安尼。迄当阵你哪想讲，我要用台语写，是你定定咧听台语歌是无？其实甲足侪台语的歌手，甲创作者无共款的所在，是我毋是自细汉就开始。讲台语嘛毋是自细汉就开始唱台语歌，我是其实有足深的迄个咱讲 stereotype 的物件。我细汉的时阵就感觉讲，台语歌感觉真怂，感觉是阿公阿妈咧唱的歌。但是我咧国中的时阵，听到秀兰玛雅的歌曲，我就感觉讲，我为什么以前拢有即个偏见？伫咧我的脑海当中我就感觉讲，其实台语只是一个语言，伊有足侪变化。足侪迄种曲风会当去呈现台语即个伊的水，所以我迄个时阵就听足侪台语歌曲，连较新的歌曲、新台语歌较典型的演歌的歌，我嘛去听，就渐渐去接受伊的迄个水，所以我迄个时阵就讲，我足介意去表演，我就去足侪即个电视台的即个歌手比赛的海选，就对啊，我就感觉讲，安怎去表现家己？安怎去甲评审讲？这个较脱颖而出就对啊！我就感觉讲，我是去甲因讲，这歌我写的，因就会感觉讲，加分，所以我迄个时阵就本来开始有淡薄功利主义的对啊，就想讲用加分的迄个方式去写台语歌，但是落尾发现讲，台语歌写创作的这个过程。是互我足侪疗愈，
我会当去写家己的心情，家己无爽快的所在，家己拄到的一块困难，我拢会当用创作当做我的日记，去表达家己。啊，未真正发表作品进前，敢若单纯咧听歌哦。你上介意倒一个歌手的作品？敢会当小甲阮回想一下？我上介意秀兰玛雅啦，对，因为伊这 R&B 的唱法，甲伊嘛有这个传统台语的这个唱法，两个甲做伙迄种感觉，我就感觉讲，足特别，对。啊是讲歌词写好，家己有当着啊吼，囥咧拖底半冬就过啊。啊，你哪会遮尔勇敢讲？啊，无我来投稿。我来传吼林崇英老师，你本地甲伊敢是朋友，敢有联络过，还是讲伊本来就甲你有熟啊？本地甲林崇英老师其实是连友啦，吼，因为我国中的时阵听足侪歌曲，吼，秀兰妈唱的歌曲拢是林崇英老师写的，所以我就感觉讲，想要迄个时阵就是有写Messenger 哦。寄互老师讲，老师我你的粉丝啊，我就介意你写的歌曲，嘿，伊就感觉讲，伊就甲我加好友。就对啊，迄个时阵咧，高二的时阵其实，是网络社团，我来这个作词作曲的网络社团顶面有，发一个邀请，就对啊，我就问讲，有人要合作，看卖无？是用这种较耍的这种心态去看待，就是讲，我写词，你敢要写曲？我写曲，你敢要写词？迄个时阵，这篇文哦，就互林崇义老师看到，伊就讲，无你传歌词，来互我看卖，看你写了安怎？对，所以有这个机会就对啊。可是啊，本来歌词去到林老师遐，10分钟就要甲你签约，咱就足欢喜啊哦。是。结果尾啊吼，发觉讲唱片出来吼，佫做主打歌，佫是天后黄飞唱的，对，我迄个感觉应该。对，真爽快。其实迄个时阵，阮妈妈我甲阮妈妈讲，我这个歌词要互黄飞，伊就感觉讲是诈骗。可能迄个时阵讲要互黄飞唱，到到发行的期间，可能有半年。迄半年伊拢感觉是诈骗，是我迄个 MV 出来，我的这个名放伫咧顶面，伊才感觉讲，原来真正是安尼。你的名放伫咧顶面，高先就要顺续问啊哦，因为这个名绝对毋是本名嘛。其实原本想讲要译成啦，因为我的本名陈汉较菜市仔名，想讲较特别，互人较有记忆点。译成，咱就感觉讲，嘛是淡薄仔无特别，加一个儿啊，迄个儿嘛是互大家感觉讲永葆初心，就是我即马虽然迄个时阵虽然10几岁，咱到20岁、30岁、40岁，拢爱永葆初心我感觉讲创作上介重要的一件代志，就是赤子之心。这个是袂当改变的，因为足侪咱前辈哦，有的时阵写歌写到落尾啊，因拢会较失去方向，拢会较商业，但是商业并无唔对，只是咱要保持迄个当初爱音乐的那个心，永远不要忘记那个爱音乐的心。我觉得这是上介重要的代志。你的作品每一条拢足认真写，比如讲。亲像萝卜芳这个歌，甲咱儿，迄算天差甲地无共款的主题啊。咱儿，你讲足久进前一个女性的心声，你个男性，你本身是因为来到都市读册，还是啥物款的经验生活，写萝卜芳，写迄个阿母迄扛萝卜迄种的感觉真正写甲呢，感动真侪出外人。其实我是咧交大读大学。我是本地是新竹人，但是我嘛是住宿舍，因为阮妈妈感觉讲，唔知你以后敢袂考调研究所，但是嘛是爱互你体验看卖迄个住外面的感觉，无咱就无机会啊。人生本来就是要体验，迄个时阵我等要准备期中考就对啊，伫咧宿舍。实在是足枵的，我就想讲，甲迄 Uber 拍开，骨的，就感觉讲，这间敢袂歹哦，看起来迄图片哦，敢袂歹，我就甲伊点落，结果迄萝卜饭来有够歹食，我就迄个时阵想讲，就想起阮阿母煮的萝卜，其实我有的时阵拢会嫌伊讲，伊拢黑白煮伊拢物件拢黑白坑坑的沙沙的，安尼就芳出来。但是真侪物件，真侪足珍贵的物件，
真正是要你大汉的时阵，才知影伊的珍贵，才知影伊的好。所以我才伫咧即个歌词的最后一句写讲，咱细汉的嫌是咱大汉的怀念，就是感觉讲哦，咱真济时阵真正是失去了后才知影珍贵。啊，迄个时阵，林聪义老师甲曲谱好之后，我就甲 demo 寄互阮妈妈，过顶工伊就芳一碗卤肉。所以即个歌曲是咱厝内嘛是足重要的即个故事，对。厝内过落冬，下班的暗暝，暗灯笼一个人食，想起阿母的落肉，做着故乡的名，又搁加班到深夜。行伫街仔路，怀疑着为啥打拼，想着阿母的落肉，予我流着嘴烂，陪我孤单向前行。今夜月亮犹原点点在看，看顾着一个。一顿饭，月光照伫楼窗，亲像阿母的心痛。一个繁华台北迷乱的城，比袂过故乡无尾巷仔。着徛伫门巷口，着闻着落肉香，细汉的兄变成大汉的。伫街仔路，怀疑着为啥打拼，想着阿母的落肉，予我流着嘴烂，陪我孤单向前行。今夜月亮犹原点点在看，看顾着一个公囡仔。时过在走踪，吃无一顿饭，月光照伫楼下，亲像阿母的心痛。一个繁华台北迷乱的城，比袂过故乡无尾巷仔。着徛伫门巷口，着闻着落肉香。细汉的咸，变成大汉的怀念。我一直在细条卖落肉的店，安怎都无相共。阿母啊，我期待你来梦中煮予我食。今夜月亮犹原点点在看。看顾着一个公囡仔，着时过在走踪，吃无一顿饭，月光照伫楼下，亲像阿母的心痛。一个繁华台北迷乱的城，比袂过故乡无尾巷仔。着
是我的愿望。请开始咧写歌词时，一定先听过去人安怎写嘛，一定好的字句咱爱扣嘛。我迄个家己训练的过程，敢会当安尼小甲阮回想一下？我感觉讲我是一个对文字算是真敏感。我是有一寡小本本，把所有的这个韵脚放伫咧内底。迄个时阵嘛，足感谢林崇义老师会甲我讲，要安怎调整歌词，到一个较好的。即个算是较市场的这种做法，但是伊嘛会袂讲遮大的这个干涉，对啊，伊袂甲我这个创意扼杀伊就感觉讲想要保留我原本的样子，但是又加上说，怎么样子好市场更较接受我的歌曲，所以我嘛足感谢老师对我的帮忙。咱开始敢若单纯做一个听众，一定原来有迄种，这个老师歌词写了足好诶，你会将伊的名记起来。我相信很出席，一定嘛真侪少年辈咧听歌，将易成和老师的名记起来。较早吼，你高中的时候，你感觉对倒一个作词的老师上介欣赏，伊的作品让你上印象？足侪人诶，我拢感觉讲，这个老师台语歌单的老师拢是足牛诶。我感觉讲，武雄老师其实是我一个标杆，因为武雄老师的这个歌词的面向非常的开阔，所以他也是我很认真就认真要学习的一个对象。你投稿予林崇印老师两个人开始写这条难语了吼，互相都愈来愈密切呢。你伫交通大学读册的时阵，是毋是原来有伫伊的工作室内底，大家变固定，安尼伫咧配合？对，其实我感觉讲，崇义老师家己讲的啊，伊讲伊像我爸爸哦，这毋是我讲的哦，人拢又讲，恁年岁是差偌济安尼，对啊。但有的时阵会去伊的工作室，算是就食饭啊、开讲啊、听歌，拢是用这种放松的这种方式，毋是讲一个严肃的迄种开会的形式啊。伊嘛甲我鼓励伊的这个录音室，拢互我用，拢互我去录音，拢互我去主持 podcast。所以我迄个时阵嘛有邀请足侪这个台语歌手到咱这个应乐音乐这个工作室。去访问讲家己即个唱歌啊、创作的即个过程。哦，安尼讲起来算拄到一个足疼惜人的长辈。对。毋若安尼先，你开始吼真侪歌词嘛教伊，我有发觉讲，早期你拢作词，林崇义老师也是其他的老师甲你作曲，吼，毋过慢慢你着家己了落去作曲啊。这方面是毋是伊有哪有甲你鼓励着？自开始的我细汉的时阵，拢有学钢琴甲小提琴，所以即个乐理的部分是嘛是真了解。好，但是讲要安怎甲一个曲即个 demo 做出来，迄个过程是爱训练的。好，安怎去用一个完整的形式去互唱片公司知影讲，这首歌曲的即个框架是啥？所以林崇义老师嘛，互我听出侪即个 demo， 好，安怎去用 demo。安怎找 demo 的歌手？因为我这个声质算是真特别我是算迄种袂使唱 demo 的迄种声音，伤过特别，所以伊拢会教我讲安怎去判断，你这个歌是要找倒一个老师，我刚刚讲这是作曲一个很深入的地方，对，所以就是前几年就是慢慢的去磨练。尾后就开始家己的词曲就出来，唱片公司知影。迄当阵你拄开始咧作词作曲，还是慢慢吼，即道愈聊愈深的时阵，敢有想讲，我应该是爱行迄种人一般咧讲的创作歌手的路线，无前无后，爱安尼食双工零，两边都通吃啊呢。自开始是想要创作歌手就对，主流甲非主流拢想要两手抓，家己唱歌的即个出的唱片，因为我即摆出2张唱片。就是属于比较非主流的，写好歌手的，就是较主流的，但是我即卖这个算是路线，网络经营的路线，就是算斜杠，就是卖互家己拢绑伫咧音乐顶管，我有足大，
吼，即个会当发挥的空间，所以我就把我的生活拢放入来，吼，大家知影讲，其实咱的即个身份。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份或者是工作，无遐严肃，好，无讲你敢若会当做啥，其实足侪代志咱拢会当去挑战，对对对。啊，毋过老师斜杠，遮尔济无共款的线路吼，伫咧发挥，伫咧经营，你是感觉足快乐，还是感觉足忝的？淡薄仔忝无毋对啦，但是大部分的时阵拢足快乐的，因为我这个年岁差不多，我的朋友拢出社会，嘛有一寡人读研究所，我拢会感觉讲，伊拢会拄到足侪情绪的困扰，或者是讲因拢是足优秀的，因为我身躯边的人足侪拢是学霸，我拢为因感觉讲足骄傲的，但是因出社会就会感觉讲跌跌撞撞，这毋是阮想要爱的人生。但是我就感觉讲，我感觉讲无拄到遮大的困难，我拢是安尼顺顺的行，逐工拢是做快乐的代志，吼，逐工拢是足快乐要去读册啊，足快乐要去做工课啊，拢是足侪会当去即个体验的代志，所以我就感觉讲，有的时阵咱就是真正要做的，就是家己真正想要做的代志，安尼是上重要的。安尼嘛是上该满足的，对对对，不是敢若是奕成儿，咱个是吼，真正是音乐圈的宠儿。老师，咱嘛知影讲，你有真侪作品吼，毋是今仔日写完，明仔载歌手就唱，甚至有迄落已经放10档超过吼，像讲有真心无真心。我所在吼，这条歌甲难以写出来的时间，敢若差无介久对无？对对对。有真心无真心，其实是我的压箱宝，吼。我其实伫咧感情顶悬有淡薄拄着淡薄困难，所以我有的时阵就会把这个情绪放伫咧歌内底。但是有真心无真心，伊的旋律我就是足介意，所以我就是不爱互别人去唱啊，我拢放伫咧拖底。但是迄个时阵陈依婷要收歌，我就知影讲陈依婷的声线会当甲这首歌曲表现了足好诶，我就想讲好。就可以唱，安尼算是歌爱，但是伊就真正表现了足好诶。这条歌你报销的原因伫倒？因为迄个时阵伫咧高中甲大学2届拢有拄着迄个时阵甲一个人有一个暧昧，好，咱即暧昧期啦。但是暧昧期的迄个时阵我就才发现讲迄个人其实有另外一半。好，我就是聊落去以后，才知影讲伊原本是有另外一半，已经交往啊。迄个时阵我就感觉讲，你为什么要来招惹我，就对啊。所以就感觉讲淡薄仔伤悲啦，就甲这个心情写成歌曲，对对对。你头拄仔咧讲，我绝对毋是条工要甲你唱，2摆拢共一个哦。无共的人，无共的人，但是是共款的组句啦。对对。安尼咱算迄落啦，较够兴存啦。对，真正是，我拄着爱情就看恋爱脑就对啊。一出无聊的颠颠塌塌的爱情戏，散去了后，哪会结局愈空虚？剩阮一人，徛伫咧黑暗的深渊，对苍天轻声说爱你。怪我受过痴情，受过亲情，才会赢落去，遐尼也细心，苦劝我看破的你，轻浮的话，一字一字，有真心无真心，哪会冷冰冰？梦中勇勇行起，有真情无真情，失去温度的心。有情意无情意，哪会留记记？遐半伤我的记忆，青春变离合，爱花变孤寂。怪我受过痴情，受过
情情，无情情，失去温度的心。有情意，无情意，哪会忍记记？听破伤风的气力，青春变悲剧，后悔变孤寂。无真心，哪会冷冰冰？梦中汹汹惊醒，有真情，无真情，失去温度的心。有情意，无情意，哪会忍记记？听破伤风的气力，青春变悲剧，后悔变孤寂。有真心，无真心，哪会冷冰冰？梦中汹涌惊醒，有情情，无情情，失去温度的心。有情意，无情意，哪会忍记记？听破伤风的气力，青春变悲剧，后悔变孤寂。我回想这暗淡的。其实真侪人开始踏入艺界，开始咧写歌作曲，甚至讲伫幕前有表演吼，有当着啊学业都会放。哦，那我就放啊！啊，毋过老师，你哪安遮坚心讲，我就爱去深入来去追求学问。我就刚刚讲3日不读书，面目可憎，有一个。好讨厌哦，怎么会有这种人？我就感觉讲，有的时阵搁要吸收，因为我伫咧研究所的时阵，老师会教阮讲一寡算是缅甸音乐啊，算是一个加美朗，吼，算是一个巴厘岛的音乐，我就感觉讲有足侪新的知识才会去我的脑海中啦。所以，有的时阵哦，生活哦，咱咧过的生活的当中嘛是要学新的物件，这是我感觉讲嘛是最重要的代志。对啊，啊学新的物件吼，上介好会当吸收落去脑海底的方法，就是紧来共教啦。一边面做学生，一边面来去做老师啦。啊，讲起来真正双脚踏双船，踏骨头船啦。老师，安那会阁有迄个机会讲去补习班教课，阁安尼学生对你遮用好？其实迄个时阵呢是大学哦，拄啊开始要讲要教英语啦，吼啊有足侪即个补习班的团班要找老师，我就感觉讲，我多益嘛袂歹啊，嘛是满分啊，所以我就感觉讲即个英文程度算袂歹啊。有细汉的时阵有即个补教名师梦啊，我就感觉讲，大学的时候去体验看看，吼啊，迄个时阵大学毕业就感觉讲，我就专心创作。专心去唱歌就好啊，但是迄个时阵嘛是，有帮楼顶管有一个团队就看着我，讲，你敢要挑战咱这个算是较补教名师的这个培养方式？我就感觉讲，有差吗？啥物是补教名师的培养方式？伊就讲，咱这个一班学生拢是几百个，咱伫咧徛伫咧舞台顶，就亲像一个演出。这种感觉，吼，你敢要试看卖？所以但是有淡薄辛苦，就是咱这个台北、桃园啊，甲这个承德、台中拢有这个班，对对。啊，你要走来走去上课，我就感觉讲，这算是一个真特别的挑战，因为我无体验过迄个一届吼，徛伫咧舞台顶悬，教几啊百个学生迄种感觉，所以我就嘛感觉讲，真介意这种算是哪表演吼，哪教册的这种方式。你讲吼，家己原来主持 Podcast 的节目，实在吼，规种听到足新鲜的，因为吼，大学的时阵，就当主持家己一个节目，节目无分大细呢。哦，就是家己一担呢，邀请歌手来节目中来讲因唱歌的经验、唱歌的体会心情，这拢是足好一种训练呢。虽然我这个 podcast 的节目已经停播啊，但是伊叫一起聊斜杠啊，不是拢会当点来听？对啊，我有访问足侪这个金曲歌王跟歌后啦。好，因为林崇义老师伊就感觉讲，陈汉哦，伊拢叫我本名，伊拢讲，陈汉你口才遮好啊，你
敢要这个主持这个 podcast 的节目，而且林崇义老师发现我有一个优点，是我家己无发现到的，就是讲我有一个算是经纪人的这个特质，伊拢感觉讲，我跟这个歌手们都可以处得很好，然后我好像很容易的就可以去邀请到这些歌手到我的节目，或者是我可以用很真诚。甲因做朋友的方式，去甲因真诚的请来我的这个节目，伊就感觉讲，其实这是一个最重要的这个能力。我较早无发现，是林老师甲我讲，我才发现到，其实这个能力嘛是真重要。过来，你敢捌想讲吼，我应该家己出台语的专辑？我第3张专辑已经在筹备当中，但是我感觉讲卖着急因为足侪歌手拢讲，你着一年就是一张你唔是讲，你又不缺歌，你就是会当写就写。但是我感觉讲，我慢慢走，慢慢想讲要安怎去编曲，安怎去唱这个歌曲，我感觉讲这才是上重要的，把这个心意提出来，让大家知影。老师你讲的心意提出来对。对心所爱的歌观众朋友，心意提出来咱咧写台语歌，定定拢会互伊较水，可较这个文雅的方式去展现，或者是比较在地化的感觉。但是我就感觉讲，咱有这个大尺度的电影，大尺度的华语的歌曲，但是台语那会无。我就想讲，咱敢会使做看没？因为我第2张专辑是台语的凶杀案的专辑，整张唱片都是历年台湾的凶杀案。我就刚刚讲，我第3张就是较重口味淡薄，写较18禁的物件，所以大家会当期待一下，对。看看爬去山顶，一阵风向吹来，引阮就似满腹是想死。沿路看落叶憔悴，苦苦盼着露水滴。阮的归宿伫倒位？大风吹啊吹，青春的汗洗啊洗，无情岁送阮头毛尾，溪水带走红花，嘛犹叫美丽，煞无生命的大风吹落地。
无情岁月送阮头毛白，溪水一波走红过，目睭到美丽，山无山顶的大歌，吹落地。今来欢迎真认真、真拍拼，少年辈的歌手吴美玲，也是《大风》这条歌的原主唱人，美玲欢迎。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国珍哥好，好，我们奕晨老师好。Hello， 今日吼，甲奕晨的老师小见面，头一句，咱就来讲一个啊，较刺激的。啊，今仔日要较辛辣的对吧？对。大风这条歌，听讲原底的老师原来安尼真保守，不过伊写的角度，敢若甲美玲毋是真相像呢，因为伊初出动门头一块专辑吧，不过大风的歌词，朋友头拄安尼听，应该是人生有经过一寡沧桑的旅程。老师，敢毋当小甲阮透露一下，当初时这条歌是安怎样设计？是传俾我乡亲。嘿，我原本是要互陈依婷啦。果是。对，因为迄个时阵要收割依婷甲即个美玲收割的时阵，淡薄仔即个 overlap。嘿，迄个时阵我就想讲，嫁互依婷。咱即个时代公司哦，就是甲我讲，这首歌曲大风哦，爱互美玲唱，我就错一个，想讲敢袂当唱出迄个感觉。我是但。讲实在，有欢乐一下。对，有淡薄仔欢乐，但是我听到迄个1分钟的抢先听版，我就放心了。感迄个气势啊，吼，迄种沧桑的一种感觉，用表现出来。所以这个歌手真的是唱功非常了得。谢。对，我就嘛常常讲我的朋友，拢讲美玲哦，其实是咱这个台语歌坛最重要的一个歌手，因为足侪这个少年囡仔想要唱台语歌，但是拢是唱较非典型。但是美玲是一个传承以歌手比赛，安尼个这些典型的会靠，好，这些传承到我们现在，他发第1张专辑，有新的东西，有旧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我觉得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迄阵怎样，我们来就咱新所爱歌，开始讲后要唱奕晨的老师的歌，开始见哦。我哇，我就听着伊听一内底这条有真心无真心，我就一听了爱着。迄时阵我哪无听着这首歌啊？无我可能买个敬咧来我专辑内底，好喜欢哦，就是迄种跟大风完全无同款的感觉。大风这首歌其实当初我咧听的时阵，我哇有那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就讲我真正伫咧人生路途当中呢，豆豆看行，回头会看到讲原来我后壁拢是我一步一脚印豆豆行出来。虽然讲吼路途当中有辛苦啊，可能讲吼可能有撞墙的时阵啊，可能还是讲叫人怀疑的时阵，叫人讲啊足歹听的时阵，但是我过头看我即摆咧行的路，家己当初的决定是正确的，迄种感觉。歌唱比赛调整了后，让遮久才出专辑，讲起来也是真无简单一条路。你咧讲，有的人尤其网络顶头的人，甲咱讲甲足歹听。你感觉用倒一句话安尼，真正足伤心，嘛是足懊恼。其实有呢，因为时阵我咧比赛时阵呢，柯新国咧拍20关的时阵，有一寡讲吼这就是评审老师咧护航啦，迄拢是吼。内定好的啦，就是讲吼，哪有可能讲吼，囡仔去拍大人赢甲安尼去，就是输甲赢人输甲就歹看，赢甲就歹看。我会想讲，就是我就是爱唱歌的查某囡仔尔，我嘛无想遐济。迄时阵嘛甲国中15岁时阵的年纪尔，我就是抱持一个我想要唱歌，互大家听的心情原来叫大家讲吼，拢是会变做会怀疑家己，讲我当初唱歌的初心伫咧倒。有比赛甲中下时阵，我曾经真正忘词。迄时阵就是讲，我真正袂记我安怎唱歌，我完全拢袂记讲吼，即个音要安唱。我即摆唱歌，我要用什么心情去诠释这条歌曲？因为我细汉开始3岁开始唱歌嘛，到5岁，迄时阵14岁时阵，我第一摆怀疑我家己唱歌到底对毋对。后来迄届忘词拍掉了，我讲
我不爱插音啊，我家己的唱，我家己想要唱的歌就好啊，啊，豆豆的呢，甲行到即马安尼，行到即马发表头一张专辑，对才知影讲，甲奕成和老师缘分才深嘿。专辑内底吼有一妹啦，对啊，而且时阵真的，我感觉非常的神奇，因为我开始第一摆接触到吼，讲吼制作专辑这个代志，所以呢，较早嘛毋捌讲什么收歌啊，还是讲吼开始编歌啊，我嘛就怀疑讲，因为 demo 跟我们录出来的物件完全都无相共，而且跟加上编曲，我以前就感觉讲啊，我歌是要啊紧啊，我紧了，我唱敢真正会好听，我就怀疑的，啊，我以前就靠感觉落去紧，完全凭感觉，我嘛无熟悉，就这作词作曲老师拢无熟悉，我讲好，我就是靠我第一直觉落去紧。没想到专辑做出来七条歌全部拢奕成老师的歌就是我感觉迄是奕成老师的歌，就是一个生命力。而且呢，内底有非常侪歌曲，拢是老师特别为我制作的歌曲，就是写出我的心声。像讲吼，圆梦。圆梦这条歌，就是老师呢特别为了量身定做。内底呢嘛有讲像心坎连啊、多谢有恁啊，都是我送我爸爸妈妈的歌曲。像大风这首歌曲，虽然讲当初不是写给我的，但是呢，我嘛是甲诠释出来了。对。你一定是得到总统教育奖所有这得奖人内底上爱演的。可能对，应该是因迄时阵呢较特别，因为总统教育奖这个奖项呢，拢是较有特殊的成分。你讲可能讲吼，身体方面有一寡较无方便，但是呢，我时阵是靠着讲，我想要发愿做一个歌手志工，我用歌唱的力量呢，互大家吼，伫咧平常时可能心情无好的时阵啊，还是讲吼，伫咧人生路途当中有时困难的时阵啊，来听阮的歌，就感觉讲有正能量迄种感觉。老师，较早吼，还未写歌方面认真前，恁算毋捌小拄过。对。啊是公司甲你讲，最近签媒人啊，你可能爱吼听一下过去伊的歌咯，啊是安那？那伊讲吼，你写的歌拢甲伊足对档的，是你有准备是无？我真正是准备足久的，我甲美玲的红人榜比赛的片段，吼，甲最近伊去一款综艺节目唱歌的这个片段，甲访问拢看过，所以才写完《圆梦》这一首歌，所以我就感觉讲，有的时阵我有点夸自己啦，就是有的时阵我对这个歌手拢是足认真的。去把因的故事去浓缩变成一首歌，像我可能写给赖慧茹，嘛是同款。我有写过一首《母迪女王》给伊，我规暝哦看国标舞，看几啊百国标舞跳舞的影片，才写这条歌，所以就是藏足侪这种感情，嘛希望讲因拢会介意我写给因的算是礼物，好，我拢把伊当作是一个礼物送给这个歌手。其实我家己嘛拢讲，圆梦这张专辑其实是我圆梦的起点，就像大风同款。即马豆豆要开始，这是我圆梦的第一步尔。后面呢，陆陆续续会跟奕成老师继续合作，愈侪好听的歌曲送所有观众朋友。我感觉讲每一个时代拢有伊算是较主流的物件，但是美玲安尼真正是足无简单，甲即个典型的物件唱甲抚慰人心，而且我常常伫咧网络顶悬拢会滚一寡留言，真正伊足侪即种士大人拢足介意伊的，连我甲我的阿嬷啊，甲即个亲戚朋友讲，伊拢会感觉讲你替美玲写歌，伊真够水啊，真够唱啊，安尼伊拢会感觉讲足兴奋，所以我感觉讲当然，每一个歌手拢有伊的受众，但是美玲真拍拼，甲遮个士大人，甲因按捺又好，唱歌，甲因抚慰，我感觉讲安尼就是成功啦。我感觉奕成老师最厉害。你讲看较早我的影片，不过我较早唱的歌拢是一寡真正非常台语老歌的，佮这张专辑出来完全无共款。因为迄时阵呢，公司咧做这张专辑的时阵，会开始想讲。即个查某囡仔才23岁尔，讲真正要唱迄种，就是讲吼，对啊，还是讲吼要唱真正足传统的，还是讲吼一定爱收一寡可能是头爱40岁到我都唱的歌曲，公司嘛就为难的。结果没想到奕成老师做出来的歌曲，其实是嘛是传统台语歌曲跟新台语落去做结合出来，就感觉完全无共。所以呢，伫这首歌曲，我当初咧录这张专辑的时阵呢。我嘛思考足济，因为较早呢，我就唱迄种温泉乡的吉他，最后的列车啊，还是讲吼
爱你日骨，我就改迄个年代的歌曲，因为迄个年代的歌曲就是有一种温度，有一种力量。因为较早呢，有一届网络，阮节目影片出来，下骹有看人留言讲吼，哇，我30年后，搁听这首歌曲，看到这个查某囡仔唱这条歌曲，我真正非常的感动，因为这30年内底，拢无即马较少年的歌手来唱这种歌曲。我就发现讲，原来唱传统台语歌，会使互迄个阿公阿嬷欢喜。所以呢，我开始讲，安尼我的心专辑嘛是不能放弃我的初衷。我的初衷就是唱传统台语歌，但是呢，我搁要融合我即马23岁的年纪这种感觉。白林头拄我咧讲哦，要拜托易成龙老师写迄款面对舞台，对，真光彩。但是私底下的心肝，对是。心声毋知要讲谁听，这种的主题。老师，这个歌写出来吼，互美玲吼大大个爬一坎，因为过去有一个足清楚的咧啊，江辉就是唱艺界人生，对，这种感觉。变做天后啊，这种主题，相信美玲来发挥到后一个天后。老师，今日有心来吼，何国忠诚意邀请。甲咱全世界电影明星同款，伫咱心所爱的歌镜头前，印一个，互阮对你表示敬意的手印。老师请。老师请坐，老师来，咱坐。老师来，感谢老师，多谢易成老师，多谢美玲来开讲。今年的月娘，点点咧看，咱毋是戆囡仔，恁拢是足拍拼的囡仔。台语歌单有你足好。心所爱的歌会会再过来讲，多谢老师，多谢，谢谢。谢谢。